受到新冠疫情影响，传统市场买气持续受到冲击。为振兴市场经济，市府推出1级、2撮、3抽台南菜市好礼抽奖3重奏活动，针对传统市场推出为期6周的集章活动，促进买气。我们台南市市场的这个1撮、2级3抽奖就是说让我们为了提振市场的买气，除了我们发出了市场券、夜市券之外呢，这是率全国之先，在台南市在6月10号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各市场来发出市场券，还有这个夜市券，这些东西虽然是小钱，但是对民众这个购买意愿应该是有的。活动期间，民众会当在指定的市场索取专属集章卡，在市场不管是菜港、蔬菜、水果、家禽、海产、南北货等商品，拢会当参加戳戳乐的活动。另外，在专属集章卡顶面填写个人的基本资料，嘛会当参加抽奖活动，有机会会当将电动机车、电脑、电动脚踏车、电视等好礼摕回去厝。除了这个部分之外，还有消费可以参加抽奖。那最大奖还感谢光阳机车的这个两部电动机车。那这个部分让民众逛市场的民众有更增加了这个买气。那许多只要你到市场消费，就可以集章之后就可以参加戳戳乐，戳到奖金然后接下来还可以参加抽奖。我想说这是3重赠奖，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市场给它买起来。市长署表示，疫情后为振兴传统市场商机，也会持续推出无同的促销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到传统市场采购，除了会当帮助摊商以外，嘛会当用小钱将大奖摕回去厝。欢迎市民朋友依照活动日期前往以上这6座公有市场采购抽好礼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